先生你好，我是电视台的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啊，电视台啊，等几个。来，们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厕所怎么走啊？咋晓得？哪开个这个车子啊？哪开个？我知啊，那两人死了，你晓得吧？我知道。遭了干个？那个还别公粮死了？要死了。死了啊？哎，死了好吧？不去，不奇怪，侬是撞了干里头就不奇怪。我说个车子，那说个车子啊，那个个来车子啊？根本法规来处置，要么俺还是公了好吧？公了啊？哎，啊，公了你去个报警啊！快点！不急，我不来。哎，哥，我旁边先坐去，等着去，好吧？不急，等去，来，报警！去个报警报特异，晓得吧？哦，晓得了，阿哥，书记，阿哥啊，俺这个叫不打不相识，不撞不成友啊。肯定在那帮鱼哦。不然，阿哥啊，你看啊，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，俺两部车子啊，就讲不偏不倚啊。哎，撞了东港了，你讲你们吧？肯定在那你们啊。哎，兄弟啊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一辈子一句话，一生情，一杯酒啊。哎，我车子里有酒，点不点？哎，这小伙子真不知灵啊！阿哥，你看那上好的杨梅烧，三桂杨梅酿的，我家自家酿的，找你吧，几点？哼，我发出去。发酒酒啊！发酒酒。去闻一下啊。香耶，没香的那是。没点，几点？哎，长点，没点，没香了。稍微长点。哎，没点。耶，味道是好哎。好啊，好，来，这里，来点，哎，好，叫，哎，好叫。喂，哎，110啊，我们这边发生车祸了，哎，对方酒驾，你不要啊！那姑娘，我你们呢？是能请我吃过啊？